对方，尊重对方，这个是很重要，这样的才能够维持你们的婚姻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给予时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现在是在海军当服务，对不对？黎华现在是在一个贸易公司里面上班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可能忙到最后，可能挪不出时间来，坐下来看看电视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必须要留自己留给这个配偶的时间，回来以后，或许下班了，这样子生活，调试自己，放轻松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促进你们亲密的关系，才能够维持婚姻。不要一天到晚在忙，不要一直指挥着进来。尤其是你是阿兵哥，在这里要讲什么？讲爱，要讲爱。再怎么样，要用爱的方法，不要说理当要这样，你应该要这样，不可以。不要讲道理，在家里要讲爱，这样的话生活才会甜甜蜜蜜，知道吗？甜甜蜜蜜。好，对，就是我们各家都有家长，有妈妈，还有长辈，还有很多的亲戚。我们必须怎么样啊？要尊重他们，前天我听到一个很实际的，他在家里跟太太讨论一个事情，结果讨论没有结果，就吵起来了。一吵起来的时候就动手脚了。这个太太不知不觉就是很意外的，就把这个手机按到了，按到手机，这个电话刚好按到传到的手机里面，结果他不知道，传到听了那个电话，就接起来，喂，结果都没有回，可是就听到他们两个在吵架。传道就在那边一直听，喂，你打给我有什么事情呢？结果没有回，结果他们两个就在那边一直吵，吵了10几分钟，传道不耐烦了，把电话挂断。隔天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传道去找他们，因为有这个号码都是他来输入啊，然后去找他们。你们昨天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在睡觉啊，睡得好好的。没有，昨天你们不是打电话给我吗？结果一打开，原来是太太的电话。吵架的时候，无意中按到了，然后传道就听到他们在吵架，因为他们意见不合，所以你们的手机不要一直放在手上，有时候无意中会按到你们讲什么话，可能对方就会就会录到了要小心了。所以把电话放在远一点你们现在电话在身上吗？放在地下万一你们按到了。所以这个电话就放远一点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可以知道，所以有时候有意见，人可能会起冲突，但是起冲突的时候不要失控，不要失控，要理智，要理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很多事情必须要讨论，我们会碰到问题，但是在讨论当中，有时候情绪上不要失控。不要失控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来，你也上班，那么每个月都有收入，或许有额外的外快，也不一定了。那么有了收入以后呢，我们必须要共同享受，不要说先生你付这个太太你要付这个差钱，不要分得那么清楚，你们就是一体了，你们就是一体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有了薪水，有了收入，必须共同来享受，一起来享受，这个才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就说起来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的收入必须要摊开来，让先生知道，让太太知道收入多少，最好是放在一起，大家都知道，不要暗砍不要暗砍钱大家都能够知道，这个就是夫妻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真诚的真诚的来沟通。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，
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要诚实的去沟通，来讨论事情，所以夫妻里面有问题、有事